环境部最近完成碳汇汇率的审议，一栋要收300块。外界是烦恼讲会对传统的产业影响真大，嘛惊讲厝价甲电价会阁起。环境部长潘启明早起是表示讲，碳汇的征收就亲像是注射，针拄落去听一个尔。若讲即马无要开始做，未来的负担会愈大。碳汇汇率决定会如期伫明年1月7日开始上路来扣，不过转型过程会冲击传统产业，造成热销通膨的可能，甚至传出厝价可能起5%到10%，电费也可能受影响。环境部长潘启明是拢否认，定称是错误消息。按照现在的费率，房价能够上涨的比例不到0.1%，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收了碳费之后，电力电费就会涨了，没有，我们算过大概是0.00几块，所以台电应该不会因为碳费而提高这个价钱。潘启明向企业发声，碳费征收就亲像互减拄一个感觉，即马无做，未来负担的成本会阁较大。不过，民进党立委林国勤并别表示，这是无人欢喜的碳费标准，尤其亲像对大塑胶化、中更加大积电这排碳大户来讲，日头甲油薪拢无够。我觉得排碳到1000万公吨的工厂的话，最低只要缴交1亿。可是他们收的是上兆的一个营收，可是你只要缴到1亿，那这样子到底有效果？潘启明承认无法度监管每一个企业，希望未来行到总量管制碳交易会更较符合需求。不过外界声音真贵，碳费会起是因为无使用核能。潘启明表示，核能对碳费影响无大。务实的配比之下，我们这样子的确也会未来走下去也是会有问题。不见得是一个问题，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。目前全球有70个国家地区实施碳定价制度，日韩亲像的碳定价比台湾高出2-3倍。潘启明指出，台湾碳定价伫亚洲已经是正价，碳费优惠汇率会每2年检讨一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